個羊肉係暖身嘅。如果個身體好虛食，咁你就要食一啲嘢咯，幫你補助你個身體抵抗力啊。可能羊肉湯咧，我哋最好買2個部分，1kg半咧就係要用啲羊髀半 kg 咧排骨，但係佢冇，佢講佢淨係羊髀，我叫攞成隻羊髀斬咯，斬咗咧翻嚟咧，你要俾啲鹽水啊，浸一浸去，洗一洗佢，同時咧擠少少粟粉落去啊，浸一浸佢，然之後洗乾淨佢，飛水凍水落就得噶啦。一煮滾咗，有好多泡上嚟啊，咁你就洗乾淨佢咯，掉咗咁就即係滴乾水，料嗰度啊，南乳3塊，即係將佢壓爛咯。如果你唔可以用個薑汁咧，我多數都用呢個。我哋1茶匙你用1湯羹個水，2茶匙，咁搞掂咯。有啲乾你就放啲水咯，黑木耳，係咪？佢係一邊白一邊黑嘅咧，呢係通血管不過如果血壓低唔好食啊，呢個你食嘢有蛋白質嘅，俾啲你浸腍佢，俾啲熱水再浸一下佢得噶啦。轉頭輕輕壓扁佢，留翻嗰啲皮啊，OK， 呢度煮滾啲水啊，就海南羊肉湯，之後還有其他的呢？口好乾啊，喉嚨又唔舒服。個陳皮 ，OK。呢度仲有呢個桂皮、八角咁仲有黑胡椒、白胡椒，通通放喺個袋度，鬆鬆地，因為佢醬啊。呢啲抌落去。就係咁啦，就唔使咁快擠，呢個到時沖一沖水咁搞掂噶啦。筷子篤落去篤個籠咧，即係腍啦，你就放呢度落去，煲多半個鐘就搞掂咯。